收到了，以後別再說謝謝了。什麼情況啊？我爸說你後腦着地，要喝點豬腦補一下。豬腦？你有沒有眼力見兒？都被你喝完了。对啊，我近視啊。你，親愛的，這種男人真的不能嫁，太小氣了，肯定會虧待老婆的。我小氣是吧？小氣給你看，來吐出來。我真的沒有想到，你不僅很小氣，你還很惡心。我就惡心了，怎麼着？吐出來，你吐出来。哎呦，你们兩个大活宝逗我開心，陪着我笑，我真的是謝謝你們嘍。沒事就。你好。什麼？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，辦事情總要有規章制度的，法律保護的吧？不能你說我店的生意不好就讓我搬走啊！多付1倍的違約金，哼，我就一句話，租約到期我一定搬，不到期一切免談。店怎麼了？業主要提前解約，盡快騰出店面。什麼？太后娘娘，小人好想你，你出來抱抱朕吶！太后，你出來抱抱皇上。不是，我們怎麼才能禁止窑洞，把太后娘娘救出來？皇上，這邊。我要我的凤凰！你們3個給我衝我要母後。柳兒一定會把太后娘娘的肉身帶出來的。去。哎呀，走！走！怎麼又來了？有沒有搞清楚啊？趕緊走！队长，站好了，这麼鬆，怎麼做保安呢？